셴뱅기 삼로지 땅바이나 다 미수 강기 마가 제 요말 톤로지 인지를 상황이 가보 용거려 봐 셴뱅기를 자와지 제배 있는 삼로지 땅바이나 다수 잠불린데 미 칸데지는 소소를 따와 있네 뭐마싱이지 따와 있네 라시메 봐 가보 용거려 다 미라 뇌게야 다 미라 삼바 마롱와도 콩로다 다 내지 제배 있는 미라시메 봐추 타니고 용해야 돼 라시메 봐 줘줘야 타른으로 줘야 다 라시메 봐 용거도 와 Pena ngaranzo chachapena, ngaranzo pena susoli yove, susoli ya ki nyayo na, ki digi, nibu digi, ki niyo na, ki nibu digi, susoli ya, karsokore chila yomi kapsu, susu chila yoya na, kola ngamda yomarwa, susu rangi ki takwa gyabsha gyodi. Karichini, kogi ki nibu digi, simye tundu nibu digi, semnana ya, o koyo ngala ne kikiri sabiki samlo ya, samlo chungseke yoma kol thoba namdo de chi ngamra de thoba namdo de chi mer ti me de rashi me basimje thundo ji so so rangi ki so jong chi ni ki thundo de ra me ba chile ya ko chile yong che ka bu ni bu chen de do ta nga to cha chi wo de simje gyu de ma nyong ji na ko chile yong ya la rashi me ba ngamra de shenan chi ni yong me do ba kari chi ni ko le ya thoba ji yo ku nga une he tho re be ne ke ge re se na ta che bu ji yo ma Tendeki semna ta chobuji shembengi samlo ting denkebaji yabuji yoba ina rangshi meba simje tundo inche ne sosola yungut ta nyeboda kachina yungutwa oda tida chigbare ngaranzo chiuji la kalaji tege ina chiudi tangbochi ko tarengbo dene chigje ne ko ganjamji ne chuzuyo an sosola wale chine kai ne magena an ko gyurungbo degidwa 라시 되고 디 카르타 된 거라서는 미심지 둔루지 이나야 콜라 ngam다다 지나는 여바 이나 내가 계기를 삼에 삼로도 여는 라시 메바 심진디기 강사 시엔디다 지부치야디 용무요 말 온다 된제기 돈에 아니 삼로 다야지 가르서 그래 다지 삼로 줄줄 다야서 그러봐 삼로 삼바상으로 땅 거야 균세지 장단지 삼로 된제지 다야도 와 삼로 니바 될야 말아 삼로나 가르고도스나 삼장 가란조로 마기버 시우 지용인디 마기버 서고라다 나저베 경안조 상말로 지바래 다와데바데 등에 미도바 임바 강실 마기버 용비 값수 기부레 삼베 삼로지어바 디 균센디 삼로 망즈 땅고도 봐 제가 나 기부레스 답변은 아직 소소 기부레스 답변은 당에 뭐시바 말아 줘보지요 근데 아니 가도 있는 가서 가도 있는 기부레다 제제 가도 있는 칸이 인지민지 랍체 기부 시부레다 아니 이제 샤발라 때는 지질라 때는 아주 기부도 인일라 때는 아주 기부레도 인일라 때는 이 기부레도 아니 이제 다른 뭐 권한조 가족 강해르시 딜라 때는다 안주 기부 가이면 아니라 강해 가이면도 기부 시부레도 디 양니 양들라도 라마메 사탕기 마기바디 차야디 쪼치디 가래 용고도 마기베 자와데 처음이 시발라 용고도 찌가 마당에 소라도 뒤에 공에 아니 지 드마트도 아니 셈나야 셴기 된도 있나다 지기요 봐 셴기 된도 마기바 지기요 말 마기바 요야데 소소라 마기바지 마다마다 마지바다 마다메 차 망부지 상로당에 뒤기 아니 somebody 디기 처마셔봐라 때니 마기바 디드스나라 기부 쇼레다스 근데 배 기부레다 가지고 샤발라다네 데데데 강행도와 인지 델라다는 아주 기부레도 와서는 수수랑이 기부 임비기 균제 초배 균제 삼로다 신기 강행될 때는 수수 초시 제지 양지 짜체베 있나 때문에 신기 강행디다랑이들 무슨 게 통거려 봐 신기 강행디 빼는 하나도 차샤나 다당 하나도 디나로리아 진짜 손이 미시중업주 가져요나 기부 쇼르 다 다대차리야 나자기 자자기 강에 유니 가져요. 내가 나시지 파마니인지 강에 나자기 강에 용이 가져요. 내가 나시 무기 탱이기 또배 스테공기 둥이기 탱이 가져요. 다 뒤주지 솔로라 샤르체 뒤주기 섬나 직다인데 소소 단다 마다마다 마지바데지 처마시야 되다 균쟁고라면 누가 될래 균쟁고라면 누가 어다 딘데기 돈에 섬다다다다네 처마시비기 균쟁들 때네 아니 셈나라 마기바다 마다웨 차디 강에데 망고지 책이 여바 인자 디라 삼로 가져 디 도저들 삼로 망고 땅땅땅인데 아니 라시메 소소기 셈나라 사탕기 마기바 여바데 랑신기만 매바 차줘야 당문에 기부 레도다 세죠 기부 얘네
다 가르치는 건 소소 마 지기 마다에 가르치는 마지고에 가르쳐 마지네 대요 소소소를 저왔다 소소소 가르치는 참 마지니다 난 마지 붙여버렸어 다들 자지고 장자래 돼요 테스트 소이네 용거라 봐 제가 참는데 자지고 장자래 돼요 근데 이 돈에 삼는 땅인데 아니 그래서 또 저기 돈에 강엔다 기부 인바디 라쳐인데 아니 랑시 있으면 마다메 차디 큰 강엔디 총로 줘도 마다메 차디 총 삼보디 총로 줘인데 아니 강엔디 있으면 미디어와디 동엔디 총로 줘 아니 기부 랑시 매바 소소한 게 삼로 땅에 쇠토야 이거 어다 된대기 돈은 쇠토야那所以呢，我们就要尽我们的力量呢，然后好好的去利益他人。那去利益他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想说呢，为什么我们要去利益他人？因为其实当我们如果真的有一颗利他心的时候呢，那无论是其他的人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动物也好呢，那看到你的时候呢，他自然就会感到欢喜。是当有一个人他的利他心非常强的时候呢，那不论说其他人看到这个人他是认识或是不认识呢，然后自然而然呢就会想要亲近他，然后想跟这个人在一起。那如果说这个人呢，他没有一颗利他心，他永远呢只是想着自己的时候呢，那就算是跟他很好的朋友呢，然后久了呢，也是自然而然的会渐行渐远。那就以我们来说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有养宠物的话呢，那像是自己养的这些宠物，比如说自己养的狗呢，那它看到我们的时候呢，它一定会很欢喜，然后自然而然呢，然后就会在你旁边打转啊，然后在你旁边跑来跑去，并不会害怕你。为什么呢？因为这宠物它也知道说呢，这个人呢他是不会伤害我的，所以他内心是没有任何的提防的心。他看到你呢，就是感到欢喜，因为他知道呢你并不会伤害他。但是呢，如果是其他的动物的话呢，看到我们的时候呢，因为一开始呢不熟悉的时候，他会怀疑，他会感到害怕或恐惧。为什么呢？因为他怀疑说这个人呢，他到底会不会伤害我？但是同样呢，如果说我们有一颗利他心的时候呢，比如说鸽子，然后呢，我一开始呢先喂它一点东西，然后每天持续不断的喂它东西吃的时候呢，然后跟这个鸽子熟的时候呢，它自然而然呢，在你喂食的时候，它就会离你越来越近，那乃至有一天呢，它会停在你的手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我们的利他心呢很强烈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当我们利他心强烈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呢，就算你跟这个友情或者说跟这个动物并不是很熟悉，但是他看到你的时候呢，他自然而然呢，他就不会害怕，他就会靠近你，因为他知道说呢，你不会伤害他。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还有一个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说我们平常的时候呢，一定要常常去思维说，其实呢，我自己过得很好，就是我们要常常升起这样子的心，因为我们有时候呢会感到不开心或是不快乐的时候呢，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然后去思维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会让我们自己感到不开心，或者说内心不舒服的原因，最主要就是因为不知足的关系。所以我跟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呢，那我每次呢见面的时候，就会一直说啊，我最近过得很好啊，我生活真的很好啊。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去思维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说，你跟别人比起来的时候，其实你的生活已经过得很好了。那我们会感到痛苦呢，就是会觉得说自己呢没有一颗知足的心。当你没有知足的心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是痛苦。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直在说自己过得很好的时候，是用什么方法去思维说我过得很好呢？就是你去看那些真的生活过得很凄惨的这一些人，比如说现在呢，就是我们去观察别人的痛苦，就像现在呢被这个肺炎呢所感染的这一些人，他们过的是多么的辛苦。那你看到他呢，在相比之的时候呢，你就觉得说，其实自己呢真的已经过得很幸福。那乃至于说呢，你去看那些因为贫穷，然后没有得吃、没有得穿、没有得喝的这一些人的时候，那你再去和他比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就会觉得自己过得很好。那当你觉得自己过得很好的时候，你时常保着一个我今天真的是过得很开心、很舒服，那我生活呢真的是很舒适。当我们常常有这种知足心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呢就不会这么的痛苦。那当然说，每一个人呢一定是多多少少呢都会有升起这种不如意啊，还是什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多去跟那一些生活过得很困苦的这一些人去相比，然后去观察他们的痛苦之后呢，然后看久了之后，你自然而然呢就会觉得
你就会觉得说自己呢其实是已经过得很好了。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上课的，比如说不论说这边有三四十个人，或是40-50个人的，那其实我们都是过得很好的一群人。因为呢，我们去相比的时候，我们现在呢没有为肺炎的这些痛苦。没有被感染的这种痛苦，那没有其他疾病的痛苦，那在生活上呢，然后也是过得去。那这样去思维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不知足的这种心呢，你慢慢的就会消失。那这种不开心的这种想法消失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你的心呢就能够保持得很愉快。所以呢，我们最主要呢就是要去常常观察别人的痛苦，然后看到别人的痛苦的时候呢，然后反过来观察自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知足。那知足的时候呢，你那种不满足，然后因不满足而产生的这种心呢，它就会消失。那当然说有一种不满足，是因为说你在利他的时候，然后可能某些某些资源或者说某些物资不够的时候呢，你会希望说再多一点。但是呢，我们大部分呢，就是会有这种不开心的心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利他，大部分都是因为自己不知足的缘故才会产生这种痛苦。所以最主要呢，就是去思维别人的痛苦呢，然后想办法让自己能够知足的时候，那我们知足的时候呢，那你这种不开心的这种心呢，自然的就会消失。所以大家可以常常呢，如果说发现说今天自己有不开心还是干嘛的时候，思维说为什么让自己不开心的。对。其实真正印度我们做了没几个多年的，我们做个人的水果人嘛，都先给早年的水果人们多啊，先给tricky，搞挂的 tricky 完了，啥子就说说人给没几个地方，什么当然忙茶，头发那么多忙茶，那第一，那开始过来刚才这个多啊，全球国不忙茶，我们说讲给真呢，想太多钱呢，那个得了把别个做太多那个啊。都想太多钱了，做太多了，做太多了呢，那得了把别你可支付得了呀，你有太多了呢，他支付被有收入啥子呢？得了得了，支付忙不起，东西忙不起，俺就用无呀吧。现在他真正印度，俺这个忙不起，身上呢也东西用呀的，没基本用呀的，干呀的，说说人的身上呢，干推下去要的嘛都，干推下去，有个啦，俺这个干没头发了吧？这身体有这当没头发了。现在真正印度，俺这当推呀，有个原的，说是个哈口过要吧？第哈口呢，刚才的这边那个说，被这他的他们这个学习，要么因为告诉啊，这基本上话什么的，说，让你基本上什么的，是吧？好的，基本上什么的，俺他的地团大的嘛，中呢，开要么的话，人家推最要的，给的尊重那了送过的，给的就是原来的，得了每个继续，给的就是原来的，得了每个继续变数，我到底长久生病，老讲给人家得了，其实的团大人家团大的主要原来。我得了人家身边钱的卡起个的，团大主要面呢，人家身边某个身边卡住某个身边条把钱呢，团大的人家主要的要嘛的是。啊，第一的点这个团呢，什么大人的，这俺让做忙不起，说了，东西买不水啊的，说的浪巴的，说了要吧的，有了，那这俺让做东西买不水啊的，钱都，那这闲进了，吃了闲进了，点乖呀，我到点这就用不多啊，我到点这的。我到顶天早上你开始我说让给生锈八切，说让给波把解决，你钱么多的，俺了刚才有那俺了让给嘛，当然钱呢，买不钱随意钱么多把早上你要么300钱，我到顶天就够用。所以呢，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呢，透过这之后，我们可以知道说，所有一切的痛苦呢，其实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并不是说呢旁边有个拿的棍子，或者说呢别人怎么样伤害你，才造成我们自己的痛苦。我们最主要的痛苦呢，大部分都是透由自己的内心呢而产生。那这种产生的这种痛苦呢，就是像刚刚讲的，就是因为我们不知足，或者说呢种种非礼作意，或者说呢就是我们平常讲说，哦，你这个人想太多。那我们想太多之后呢，然后自然就会做太多。那做太多之后呢，因为你做的这些事情呢，都是非礼作意而产生而做的，那你的果呢？因为你的因这么多，所以你造就的果呢，自然就多。那这种果呢，大部分呢就是苦果。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既然痛苦呢是由我内心而产，去我的方法，那唯有心才有。这一点呢，是我们自己要了知的，就是其实呢，我自己呢是有能去除痛苦的能力。
那我们如果能够去这样思维的时候呢，那我们遇到一些比较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一开始你可能会感到痛苦，但是如果说我们用这种方式去思维的时候呢，你内心遇到这种痛苦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就会有那种就是想说，哎，今天虽然遇到这个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没有关系，并不是只有今天做不成功没关系，那我将继续努力去做，就像是在《路行论》里面有说到。若是尚可为，云何不欢喜？若是不可为，欢喜有何益？这件事情如果说还有缓转的余地的话呢，那我们为什么要不开心呢？那如果说这件事情真的没有办法的话，那你思维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就要起一种，就要有勇气相信说，其实呢，任何一种痛苦呢，都是我自己有能力去净除的，因为我的心呢有能够去除痛苦的这种力量。那这个时候呢，想办法升起这种强猛的心的时候呢，那我们如果能够常常这样去思维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呢，对于痛苦呢，就会慢慢的减低。OK，当然做变了，甚至自己给我也不支持，给我也不休息住有呢，现在给我也不住下去的了，说说我，给甚至自己给我也不住下去的了，说说给差多给不赢呢。他的差多给不的亲戚都什么，他的了也军事什么当过了，差多给的，他军事什么看着差多的穷路当呀，当我们差多的买不消失的才卡不了，因为差多的买不消什么的，他甚至可以给我钱进了，两个也不钱进了呀，可以给原定进了呀，你给差多7个月呢。人不领的扩大扩张，可能那边原定切我的原定给我那钱不中意，两个桥上不中的，吃着膨胀呀。这这上网了呀，差多钱了，差多膨胀给这膨膨给我开给了。这里你们进了说说让你给电话中心给哪个么多？没人那给我主办的了呀，差多给呢，对不对？你们差多给不赢呢？这个身体膨胀嘛，我可能他那说说个统计给没记着吧？别人那是这个身体卡住嘛不有？第一呢，他把的吞着给囊了呢，上辈桥做的呢，美国上不看得多。这起的的那的，甚至很多上不进大的，的手机，进大的了呀，在我的就怕呀，不去的进大的了，手机出在我前的，进大的冲突的起的，伢们都冲突呀了，说话的这个很多引起了呀，上辈有点忙不多，那等这长嘛了呀，差不多前过去呢，前才是可能要嘛。其实点那个团呢，上了单元的哦，他也让西面吧，上了先把这个团呢，有么差多给的让西面吧，然后这嘛穷了单元的点那个团呢，也有不多。他觉得等于刚刚俺俩这个上了当推啊，有把干西了，马当完的嘛都，哎，有把刚刚掐掉他的。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对于别人行善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产生嫉妒的心。那如果说我们对于说别人善而产生如果说我们刚刚发愿祈求说，哦，祈愿我不要生起，不要对他人所做功的时候呢，升起嫉妒的心，光只有这样子去发愿呢是没有用的，而是我们要去思维说，为什么呢？我会升起这样嫉妒的心？那升起这样嫉妒的心的时候，我该如何去改善我自己的内心呢？那这时候就去观察说，他到底呢是做了什么样的功德呢？然后会让我升起这种嫉妒的心，然后这时候再进一步去思维说。如果他具备这样的功德，那因为他具备这一点功德呢，然后我对他产生嫉妒的话，那全世界呢有多少人呢具备和他一样的功德，乃至于说功德比他还要大的这些人，那我是不是同样的也要对这些人呢也都升起这样嫉妒的心？可能和他具备一样功德的这些人呢，可能有百万千万人，那我是不是要对这些百千万人呢，同样都升起嫉妒心？那如果升起这样嫉妒心的话，我会造下多少的恶业？而且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除了人之外呢，其实很多畜生他自己其实有很多畜生呢也是有功德的。就比如说某一些畜生呢，他对于主人呢就是非常的忠心，那可能说他的主人呢离世之后呢，他可能不断的呢就是在主人出现的地方一而再再而三的守在那边，或是守在主人的墓地的前面。那这些功德呢，就是连畜生都具备这样功德的时候，那是不是我看到畜生的时候，我也要对他升起嫉妒的心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好好的去思维说，为什么不要对别人升起嫉妒心，然后好好的去思维。当我们能够把这些都厘清的时候，我们内心自然而然呢，就是对于任何一种烦恼，不论是嫉妒也好，或嗔心也好，当我们能够去思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其实我的内心是真的具备能够去除这些痛苦的能力，然后一定要坚信这一点。